師傅手法熟練的做卡布倆零，8月8號父親節這天，5條救生區專人發展協會舉辦愛心公益推廣活動，來自全台各地成員共同捐贈24萬，希望推動卡布健康法。真正無神父的方法，現在已經進化成一個非常有組織、非常有系統的一個操作的方法。那麼它真正呢，它是一個反射學。所以在國際間，我們稱為說 FJM 叫做 Father Joseph Method of Holistic Reflexology， 就是全人反射啊，全人反射講的就是身心靈的一個反射健康法。FJM 對1979年由5條救生區引入台灣，強調預防勝過治療，透過刺激腳部甲手部的反應區，提升自我恢復能力。2024年在花蓮舉辦第1屆 FJM 國際雙年會，今年9月19到18將在台南辦第2屆年會，以 FJM 全人反射領域的國際社會責任為主題。反射學這個東西在國際間是被定位的非常的清楚而且明確，非常清楚而且明確，它不是按摩，所以我們吳神父呢，經過這40幾年，他自己本身不斷的練習、不斷的淬煉啊，不斷的研究發展之後，也就是到了他的晚年，他74歲的時候，他才開始籌立協會。協會希望透過國際研討會模式，提供全球專家觀摩交流平台，進一步發展台灣 FJM 在社會服務工作、甲護理、長照以及輔助醫學運用模式，協助在地社福團體更多元的照顧治療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